Me Too 运动和台湾社会重视偏色的问题，其中有民间团体提出性骚扰防治三法的修法版本哦，嘛要求总统府成立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，提出国家性别暴力防治的计划，嘛要求讲军事校院、警察学校、和矫正学校，嘛拢应该受到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范。 为5月底以来，Me Too 运动伫全台探索，各领域拢有受害者出来讲因过去的创伤。早起就有民间团体提出性骚扰防治三法修正草案的民间团体版本。妇女团体是表示，因为即马台湾性骚扰防治法、性别工作平等法、甲性别平等教育法这3部法律是3个无同的主管机关，资源得爱整合。所有的被害者应该 都可以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的规定提出申诉，要求行为人付出代价。我们希望，修改法律，让我们的主管机关呢，对于 雇主，我们应该教导他如何去处理性骚扰的事件在职场里面发生的话。民间团体呼吁国家得爱负起保护人民的责任，爱伫总统府的层级设性别暴力防治办公室，而且嘛爱亲像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这的国家，提出对抗性别暴力的国家行动计划。若准工课中的雇主无做好，就爱加强处罚头家，嘛爱去关心公司内底拄到性暴力的受害者会面对的困境。 他们发现，他们往往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支撑，然后用了很多的职场的八卦耳语来看待一个性骚扰，或者他们的受创的经验，也就是他们回应创伤的方式是用嘲讽的，是用阴谋论的，是用人事斗争的。民间团体嘛指出，在这波Me Too运动当中，也希望社会大众莫阁有完美的受害者的迷思，大家就不要用一个完美被害者该有的形象，好像哭泣啦，或者是掉眼泪啦，或者是及时的尖叫啦，等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来冠上他们什么叫做被害者。台湾防暴联盟表示，为5月3日到7月初7，因收到94个有姓名的检举，性骚扰占6成2，性侵害占28%，阁有偷袭、性别歧视、性别霸凌等等，是权势关系性暴力就超过8成。民间团体已经提出民间的修法版本，嘛呼吁政府甲社会爱继续重视，找出更较全面的解决方法。记者柯家选社桂林台北报道。